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真 talk。咁啊，今日關注即係中南海最新政局啊。咁人大兩會就好快開始噶啦，但張耀涵咧、劉振力咧，咁係最新咧就冇被攞咗嗰個人大代表嘅資格。喂，呢個係咩意思咧？嚇，係咪中共入邊都反咗？再嚟睇咧，即係香港財政預算案咧，哇，大花筒喎，即係不足用咗呢個維會基金用咗1500億啊，到底點樣使法？咁啊，今日就請咗四海上線傾下。四海，你好啊。你好，珍姐，各位真堂觀眾朋友大家好。嗱，我哋就一路都話啦，要觀察中國嗰個情況咧，因為最主要咧係2月嗰陣時趙樂際召開嗰個人大個預備會議，咁啊當時大家都即係覺得呢個係走過場，走乜嘢過場咧？因為你燉咗兩個超級大將嘅冬菇，一個劉振立，一個張又俠嘅冬菇。理論上大家都估，你梗係過一個人大會話，開除呢兩條友謀利大貪官嘅黨籍啊，然之後即係交由司法部門繼續審咁樣，即係呢個中共一路傳統嘅做法。但係出奇地，當日趙樂際係冇過呢樣嘢，係過年前嘅，過年前冇通過呢兩樣嘢。當時大家嚇咗一跳，以為唔係啊嘛？趙樂際公開叫板習近平，咁當時大家愕咗言啊！大家愕咗言，因為呢個出乎咗大家嘅意料之外。好啦，咁我哋都話唔緊要啊，因為中共裏邊咧一定有啲協調機制。當時我嘅判斷咧就應該軍隊裏邊有嚴重嘅反彈，甚至係其他即係對習近平即係唔係咁友善嘅派系作一個反擊，唔奇嘅。咁透過一啲黨內嘅協商，所謂嘅人民內部矛盾去協商去解決。咁呢個解決期間咧，嗰個 deadline 喺邊度咧？就一定係人大會議。一定噶啦，必然噶啦。我話你睇人大會議啦，我話呢個睇多2個禮拜睇下點嘅情況啦。因為如果人大會議通常嚟講為你要開3月開人大會，你冇理由即係佢哋兩個即係阿張同埋阿劉呢單嘢，你冇理由未 settle down 嘅。好啦，結果而家出嚟又係即係出乎大家嘅意料，出乎我諗全世界都係嚇咗一跳嘅。就係竟然亦都冇開除張又俠同劉振立嘅通告，但係開除咗9個上將，但係偏偏就冇張又俠同埋阿劉振立。嗱，呢件事點睇咧？嗱，有後續㗎呢件事，我哋應該點樣去判斷呢件事？第一，當然好睇章回小說宮心計小說嗰啲，而家又傳到陸軍總司令李橋銘發動兵變點啊！呢啲大家都唔好立亂信，甚至有啲消息傳咗出嚟話毛澤東個孫毛新宇就公開為張又俠求情點啊！其實呢啲咧就種種都係，我相信係軍方內部有啲人咧係假，即係為了打鬼請來鍾馗。即係我想打個鬼，但係自己唔夠本事，但係請諸大神出嚟去捉，多少有呢啲咩心態？呢啲不可盡信。但係而家鐵一般嘅事實就話，你到今日呢刻，下個月要開人大會呢刻，你開除得嗰9個上將嘅，但係你竟然張又俠同埋劉振立唔喺開除名單上邊嘅話，你即係代表咩咧？係一個相當對習近平嚟講係相當危險嘅信號。個危險信號喺邊度咧？大家知道下個月初仲有幾日，下個月啦再下個禮拜應該講話就召開人大會議啦。開人大會議有軍方代表噶嘛？係咪啊？即係大家坐翻過都知啦，有軍方代表嘅。喂，咁你諗下嗰啲軍方代表坐埋一齊嗰陣時要傾嗰陣時，請問有冇可能唔會傾到呢兩個大貪官咧？咁就點啊？張又你俾我想問一樣嘢，你俾唔俾佢傾？你冇可能唔俾佢，喂，傾到喎，係嘛？你應該要大家要一齊批判佢，咁樣個係啦，肯定要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到今日解放軍報係2個禮拜前出過一篇批判呢個張又俠，批判呢個劉振立，但係唔係喺頭版喎，喺內頁喎 A3 喎，唔係 A1 喎。喂，大佬啊，呢兩個咩人嚟噶？軍委第一副書記，即係真真正正執行軍隊嘅指令嘅人，喂，呢兩個人落馬，點解？喂，大佬，你任何有新聞系嘅經驗，甚至冇讀過新聞，你都知道呢兩個頭版頭條啦，係咪啊？
100號大字體啦，唔使諗啦，配埋張大車頭相啦，呢兩個人落馬咁樣2個字夠噶啦，唔使起標題，落馬夠噶啦，係咪啊？但唔係喎，啊喺內頁仲要細個 column 喎。呢個係好明顯，軍方係好不滿。好啦，咁多不滿嘅情緒喺呢個幾月嚟，嗱1月尾到而家啦，成個月啦嚇，我比2月少啦。1月24號，哇，到2月份，哇，真係成個月噶啦。成個月啦，成個月你都仲未搞掂軍隊，共和國建立70幾年嚟未試過，係未試過咁嚴重，即係軍隊。即係咁唔清晰配合軍委第一主義嘅指導思想，第一次。而且更危險嘅事務就係話，召開人大會，阿珍姐，你叫班軍佬，有軍方嘅代表噶嘛？佢入到北京，有冇可能唔傾你2個人先？喂，人大會議係民主噶，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人大，即係好多香港人咧就真係誤會咗我哋中國嗰個制度。中國式嘅民主就係話，閂埋房門，你點樣講都得啦。出到去咧就唔該同中央統一步調，係咪啊？即係佢個形式上邊咧都有民主，但係閂埋房門，你呢班軍佬會唔會炒蝦拆蟹，稱呢2個嘅將領？一係就嚴重批判，一係就要求中央，喂，你同我講翻個4466。講個子午卯酉，究竟你2個究竟真係乜嘢事啊？由開始嘅咩話嚴重挑戰軍委主席領導制權威啊嘛，到而家係冇咗呢句啊嘛。原來呢2個係刑事犯，涉及貪污。喂，大佬啊，如果講到貪污，全軍上下如果真係要捉嘅，起碼90%將軍陣亡。所以即係而家都近噶啦，啲上將嘣一聲，共和國40幾個將相，而家剩翻7個。係咯，即係呢個好嚴重過俄烏戰爭。好消息，韓國濟州島野生紅海參南美優品廠家大違規，從而家起到元宵節3月3號半夜12點止，訂預滿60支大客就送10支紅海參，等於疊加85折嘅優惠；訂預30支小客送5支紅海參，一樣85折。之前購買咗訂閱服務嘅朋友一樣有份，送嘅紅海參會喺第2個月送貨嗰陣一齊寄俾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啦。嫁咗 V 女士57歲，離風濕關節炎超過10年，膝頭哥差唔多第4期，之前上樓梯要一條腿拖住另外一條腿，辛苦到爆。舊年8月開始連續食咗2個月。哇！上樓梯竟然可以左右腳自然交替行上去，佢自己都吃驚，特登寫信多謝。賣阿密嘅宋女士73歲，長期高血壓加瞓唔好，食咗1下之後，血壓穩定翻正常，瞓得都好咗。野生紅海參採集有季節性，數量有限，要想長期食又唔斷貨。南美優品而家推出訂閱制，穩定送貨，食得安心。日常保養1日1支，數號或者調理期一樣2支。訂閱可以揀1個月1客或者2個月1客，到時自動寄出，隨時暫停、取消或者改份量，好彈性。有需要嘅朋友，快啲 click 節目下邊嘅鏈接或者掃螢幕嘅 QR code， 輸入咗我嘅優惠碼 LIANGZHEN 就有85折嘅優惠，或者直接打電話180088056997好圖落單都得，快啲行動啦，唔好等斷貨啦。而家人哋美國啲智庫全部都盯住你中共呢個軍隊出現咗呢個真空期喎，如果有啲想要針對你，係咩？好似馬道路咁樣，直接到話唔會，中國唔係好似馬道羅咁樣，中國防衛好勁嘅，即係而家已經傳咗出嚟話，喂，佢已經賣咗支航母殺手俾伊朗噶啦，而家睇下幾時擊沉美國航母啦。咁大家放眼睇啦，即係中國嘅武器啊，試過舊年喺伊朗嘅已經防空武器試過一次噶啦，又喺委內瑞拉都係用中國防空系統噶，你有眼見噶，我哋中國防空系統係咪？即係有幾大效能咧？睇唔到美軍，睇唔到美軍。中國嘅軍隊愛好和平 ，OK， 愛好和平嘅 ，OK。嗱，
你頭先講到美國嗱，我正想講另外一個 point 咧，就係眾所周知，3月尾特朗普已經答應會去北京同習近平見面，啱嗎？而家軍隊出現咁嘅情況，正如阿珍姐你所講，全世界都及住，你估美國嘅智庫及唔及時？梗係及到你實一實啦。好啦，而家呢個情況係咪好明顯一個信號 pass 咗出去俾美國？咩信號咧？係習近平想見特朗普多過特朗普想見習近平，啱唔啱？呢個係好明顯睇到噶啦，即係喂，你求我多過我求你喎，而家點解咧？人哋係覺得佢梗係話特朗普想見習近平啦，你點話人哋唔想習近平想見特朗普咧？嗱，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樣嘢，你俾特朗普眼中或者美國嗰陣眼中一睇，好容易俾人睇穿咗，係你而家想借我過橋。如果特朗普去到中國嘅話，你對住中國嗰班咁嘅元老派又好，乜太子黨又好，你都喂中美關係我咪搞翻掂咯。嗱，你睇 Donald Trump 都嚟見我啦，係咪先？係咪啊？好啦，一旦俾美國睇穿咗你呢盤棋，你個底牌，屌你煙閃面係點啫？你二仔底喎。嗱，美國你嚟緊呢個月，佢可以做啲咩嘢咧？第一，喂，伊朗嗰邊啲嘢你唔好插手 ，OK？ 俄烏戰場裏邊，唔該你高調講批評下俄羅斯，又得唔得咧？當然啦，你最好唔好再買佢啲嘢啦，亦都唔好再賣嘢俾佢啦，啱唔啱啊？第三，佢隨時加碼對台灣嘅軍事援助，隨時就係咩啫？佢就係可能會，即係呢個生意人嚟嘅，佢就逼你一樣嘢。係啊，我而家知你想見我，但係我特登出慶你，係我特登賣武器俾台灣，甚至拉台灣加入一啲國際組織。嗱，唔好忘記特朗普啱啱搞咗個咩和平委員會咧？和平委員會佢而家留住一手未拉台灣啊！佢而家又搞咗個退出咗世衛，佢未知係幾時搞個國際衛生組織。喂，一定有台灣份㗎喎，就係拉入嚟。你中國興唔興啊？興啊！哦，咁3月我唔嚟咯。一唔嚟嗰陣時，邊個喊啊？你估會唔會係特朗普喊咧？肯定唔會。即係美國人最叻嗱，Donald Trump 最叻玩呢招。既然係咁，我咪話黎智英係咪都係個籌碼？唔使啊，黎智英直情唔使抬到咁台面啊！直情咁樣拋嚇你。喂，我又賣武器俾台灣。喂，我而家新成立不過國際衛生組織，我考慮邀請台灣入嚟。喂，咁你已經扎跳啦，係咪啊？咁你嗰陣時，喂，你要點樣先至唔邀請台灣啊？阿黎生身體有問題喎，係咪你應該考慮下人道立場？你同阿超哥講下，有冇偈傾咯？咁我先考慮要唔邀請台灣咯。喂，美國變咗係咪 high hand？即係美國變咗上風啊！因為而家美國第一知道你要見我啊嘛，而 Donald Trump 隨時，我想一定見你啫？我同你有咩好傾啫？知道你，我就算我喺你面前同你傾咗，你應承我，我買1萬斤黃豆好唔好啊？係咯，你唔找數噶嘛？你講完就算數啊嘛？即係你中國好大鑊嘅中文就係算數有2種解釋噶嘛？我講過就算，係咯，即係點啊？係咪先？即係點啊？你真金白銀，你有冇咁多拎出嚟先？係咪先？即係而家個 high hand 咧，就變咗嚟講。而家呢一次啊，呢個張亞合呢個咁嘅喺人大會之前咁嘅俾人發現咗嗱，我咁蠢我都睇到呢樣嘢，即係美國嘅智庫一睇到，喂，佢一定吊起嚟賣嘅，再加上嗱，肥仔啊非常唔生性嘅，即係往往喺中國即係有啲危機嘅陣時咧，就喺背後就放一個冷箭。佢而家最近呢個冷箭佢講乜嘢？尋日即係啱啱開完勞動黨大會，只要美國同意我哋有核發展個能力嘅話，即係我哋冇，即係美國尊重我哋呢樣嘢話，我哋冇理由與美國為敵嘅。喂，呢句嘢係擺明一樣嘢。喂，我同美國交朋友，關你中國蛋治啊？關你蘋果蛋治啊？我中意同邊個交老友，交邊個老友？即係話連阿肥仔都 feel 到，而家阿大佬好唔得閒。喂，大佬好唔得閒教訓我，咁我點解唔同阿春伯 uncle？我哋幾年冇見啦，我好掛住你，I miss you。
即係喂。哇！點解唔成？你睇到佢同阿姐 Trump 一齊嘅樣咧，佢家姐係啊 ，BB 仔好乖咁嘅。係啊，Honey，我係你嘅 Honey 嚟噶，我話大佬啊，因為我係你 fans 嚟噶，I miss you 咁啊，哇大佬 come on 嚟384，我哋一齊嚟板門店食，我哋準備到韓國牛腸鍋咁樣，喂，連阿肥仔開完個勞動會特登講呢句嘢，嗱呢句嘢係其實真係。好統嗱喺個國際關係，尤其喺中朝關係嚟講，佢真係好喺背脊捅阿老習一刀嘅，真係無條件同佢對話嘅喎。係啊，大佬呢個信號係相當唔俾面阿習近平嘅，即係呢個死肥仔。但係我都話啦，阿金將軍係一個亞洲嚟講呢個數一數二，佢係識玩政治嘅一個人嚟嘅，佢真係好捉啱個機會咧。就趁呢個機會，嗱，你而家中國，你而家立亂，你而家去，嗱，你可以睇到嘅，嗱，我相信美國嚟緊呢一個月咧，佢一定有啲動作對中國。你見到而家今日阿主席咁嘅情況，係咪先？嗱，肥仔啲馬上睇到啦，春江水暖鴨先知啦，佢鴨綠江嚟噶嘛，佢梗係隔離啫嘛，佢梗係知啦，佢呢個鴨綠江上面嘅肥鴨。俄羅斯都轉態啦，你睇佢而家都要加入呢個美金嘅系統啦，係嘛？咪係咯，即係大家其實都聞到味啊！即係你紙包唔住火嘅，即係你話喂，我哋幾團結都好啊！個軍隊裏邊有指揮員，你多少少，你到而家你連張約下劉振立呢單嘢，你到而家未 set 到單，我嗱好老實講，我都嚇一跳。你冇理由開人大會之前搞唔掂嘅，你開人大會之前搞唔掂咧，就好大鑊嘅。嗱，而家我咪話啦，你都睇到成個國際喺度反緊水啊！而家肥仔啊，呢個大佬成日求中國嘅，佢而家直情係邀請阿 Trump 嚟打條牌，真係好串啊！真係好串，但係呢下咧就真係懟得好硬，懟得好硬嗱。所以而家呢件事啊，你真係睇落啊，我哋一個啦，喂，張流呢單嘢真係未停噶，呢單嘢唔係完結咗嘅，即係所以話有啲傳言話，喂，張學合已經死咗啦，我係唔信嘅，我係完全唔信嘅。我唔信唔係因為我相信習主席有幾咁仁慈，唔係喺一個政治鬥爭嚟講咧，你擒實咗佢嘅話咧，你唔應該立亂殺佢嘅，你殺佢啊，分分鐘激成之人喺對內咧，即係下邊啲下屬咧會更加發癲。你就少咗個咩籌碼，你冇理由嘅。一個成熟，即係習主席係一個相當玩政治相當成熟嘅人，佢未至於蠢到殺張又合，即係除非係張又合拎個手嚟揾呢個核子彈，我要攬住死啊，咁啊梗係要做瓜佢啦，係咪先？但係唔係啊嘛，冇可能嘅事呢個，所以我判斷就冇可能嘅事。但係而家呢個咩情況嘅話咧，就呢個三相當好睇啦。喺個國際上邊點樣去刺激 A1？同埋特朗普對 A1 對阿習主席，佢嗰種嘅挑釁咧，嗱你睇住，就在乎於 Donald Trump 想唔想見習近平。如果喂佢覺得我同你冇乜嘢傾喎，咦反而同阿肥仔可能有嘢傾喎，反而同阿Putin 可能仲有高爾夫球打喎，喂同肥仔喂，我中意飲威士忌，特朗普唔中意飲酒，你中意飲茅台。大家唔拉更，我同佢打高爾夫球啊！你啊中意打乒乓波，大佬唔拉更嘅，同阿普京佢可能打高爾夫，阿肥仔可能同佢風花雪月有魚子醬食下，係咪先？就係同阿平冇乜偈傾啊！喂，既然冇乜偈傾啊，咁啊而家咁嘅情況冇嘢嘅，咪睇你表現咯。但你上個月應承咗我買咩話5萬公斤大豆嘅，喂張票check 咗未先？如果張票未 check 嘅，喂我哋中國嚟做咩？所以而家川普好強勢，同埋咧有樣嘢，習近平咧就係小學程度，人哋咧呢個分子編法嘅大玩家噶喎，佢識讀就係好叻噶。你睇下佢啲 CIA 咩公生記嘅，佢玩得比你中國人仲熟添喎，係嘛？係啊，你好簡單噶，你好似前兩日你喺Trump 嘅國情香港睇下好慘啊！香港嘅新聞直情唔報特朗普嘅國情咨文，我係好希望嘅觀眾，你香港嘅觀眾，你真係上網自己抄翻國情咨 Donald Trump 呢個國情咨文係相當精彩，有幾段嘢，我真係推薦俾大家。第一，佢話
究竟我哋美國嘅政府係要保護我哋美國嘅人民，還是保護一啲非法移民？贊成嘅企立，結果民主黨人全部唔起立，呢個好大件事。共和黨人全部起立就要鼓掌。你係清楚知道而家民主黨嘅墮落去到邊度？由奧巴馬開始嘅墮落去到邊度？第二，話上個月嗰個月頭嗰個捉馬杜羅嗰個行動，原來嗰個 CH-47就係Suzuki 嗰個直升機師，原來即係降落嗰個突擊隊嘅時候，降落嗰個3個州突擊隊嗰陣時，佢地面有啲軍人發覺你直升機好嘈啊嘛，就開機槍掃，佢大髀中咗幾槍，佢非常痛，佢忍住劇痛，將架飛機咧俾啲突擊隊降落佢嗰個天棚嚟捉馬杜羅。如果係忍唔到痛嘅話，佢嗰架直升機一炒咗嘅話，就係當年伊朗救人質咁嘅結果，就成個行動會失敗。但係忍住痛，而且無傷亡咁樣去翻嚟，佢一路忍住痛，成功咗啦。結果咁樣翻嚟，而家佢都係入國會嗰陣時，佢都係雙腳彈咗呢個英雄 Eric 咩嚟㗎？我唔記得咗咩名。佢好大隻㗎。當時特朗普介紹呢個出場介紹個故事嗰陣時，全部人都企起身，係好感動。民主黨又唔企起身，呢個係傻咗嘅民主黨。你可以唔滿意Donald Trump，呢個係美國軍人嚟㗎嘛？呢個愛國者啊嘛，呢個愛國者嚟嘅，你點可以咁樣唔起身去咁樣鼓掌咧？即係你幾日你話Donald Trump呢個利用軍人啊，為自己大帽，呢一件事，但呢件事佢攞分嘅，攞彩攞得靚嘅。即係我敢問今日嗰啲咩侵恨者，即係包括以前 D100嗰陣大班陳偉業跛佬 Q 咁樣嗰啲，喂，呢單嘢你喺現場你會唔會唔起身啊？個個都要起身啦！呢個軍人嚟噶嘛，佢代表國家，佢唔係代表共和黨啊嘛。好啦，第三，即係喺係咪明尼蘇達州咪有一個烏克蘭嘅女士喺個地鐵嗰度俾個積犯吉死咗嗰條片，佢個家人亦都去到呢個咩國會嘅現場。Donald Trump 咁樣舉咗出嚟，佢話因為嗰個司法嘅縱容咁樣，令到呢位喺烏克蘭逃避屋家鄉嘅戰火嚟到呢度，但係竟然係咁樣遇食，好不幸啊！即係好傷心，好得情去關心佢嗰個媽媽，即係死者個媽媽咁樣，即係佢講呢啲咁嘅故事，佢係一路重建緊一個真真正正嘅是非觀。呢個是非觀唔係乜嘢大道理，其實係一個 common sense。但係非常遺憾，一個令人好詫異一樣嘢就係民主黨全部過程係冇企起身支持，呢個令人相當愕然嘅。個愕然係咩咧？即係民主黨嘅墮落係已經去到咗一個狹隘嘅黨固之爭。美國唔係咁嘅，一向唔係咁樣嘅。喺啲大是大非嘅立場嚟講，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基本上係一致嘅。但係你喺呢個咩場合，你竟然咁樣，哇！令人嚇一跳。所以呢個係相當精彩嘅一個國情咨文，相當精彩。而係一巴兩巴係將一啲過去咗美國扭曲咗一啲價值觀。當然最嚴重嘅係奧巴馬親自扭曲咗嘅，就慢慢扭翻過嚟。所以香港嘅觀眾朋友，我寫嗰隻係衷心建議你，真係上網睇翻最近呢個國情咨文，應該有晒中文字幕，唔難明噶，係相當感人嘅一篇國情咨文。一個老人家80歲嘅老人家企喺度講咗個幾鐘，佢唔擔心佢嘅前途，佢完全唔擔心佢嘅前列腺會發炎，佢完全唔擔心。即係呢個老人家係好肯為人類嘅未來嘅文明咧，係一個捍衛者。當然啦，你憎佢嘅人咧，唯一嘅遺憾咧就係話佢把口咧就冇列根咁圓滑，但係佢能力咧同埋佢個包容度咧，佢真係有列根總統嘅風範。但係佢把口真係臭過列根好多，呢個係事實。亦都因為咁樣得罪唔少人，令到建立好多樹敵好多。但係你詳細諗翻轉頭，佢講嘅嘢同埋佢做嘅嘢，其實佢係真係救緊地球。你真係唔好話喎，係咪啊？所以真係㗎，你睇而家呢個情況咧，你睇翻中國，你睇翻美國呢個咁嘅情況咧，佢慢慢去扭轉緊一啲嘢，改變緊一啲咩觀念，係
即係相當值得人去睇學習嘅，好嘛？咁啊，講完美國、中美嘅情況咧，我哋再嚟講下香港呢個財政預算案啦。喂，咁陳茂波就話由虧轉盈嘅，到底香港啲財政係咪真係咁好咧？咁由一開始由虧轉盈，我當時揸緊車，我惡晒言咯。咁舊年香港好好環境係比起前2年係真係好咗少少，因為個股票市場係好咗嘅，即係穩定翻。但係個樓市唔係咁暢旺啊！珍姐你喺香港都知㗎啦，香港樓市暢旺，自然香港賣地咧就一定係成交高額成交㗎啦，好多地王出。但係香港過去舊年賣地成績唔理想，好多幅官地收翻啊嘛，賣咗唔係好多幅啫嘛，唔敢賣，咁樣點會有盈餘啊？原來喺外匯基金借咗一嚿錢就擠咗落去，即係將發債當收入。喂，大佬啊！真係有冇搞錯？呢啲完全假大空嘅做法嚟噶嘛，大佬。恒大就係咁咯，你見到佢咪恒大咪咁咯，喂，你有爆波嘅嘢嚟㗎嘛？咁咪即係債留子孫，即係我哋子孫下一代。係啊，而家你即係先使未來錢。喂，我哋香港嘅經濟上而家再借一千億，喂，出年個氹啊大咗，喂，借2000億，再借4000億，再借8000億，16000億。哇，咁樣咪大鑊咯！我哋唔係美國，唔可以 accumulator， 唔可以印銀紙解決噶嘛，所以即係同美元掛鈎啫。但係香港唔可以立亂印銀紙噶，係咪啊？即係呢啲好不負責任啊！呢個第二一樣嘢咧，阿珍姐，你喺香港都唔短時間嘅，即係我哋做記者咧嗰陣時我哋分得好清楚 budget 同埋呢個施政報告嘅。我哋分得好清楚，施政報告係講過施政方針嘅大綱，喂，我哋未來要起啲咩？我哋要起石立角起個機場要點乜，我哋要喺增加咩社區設施點乜，我哋各區咧要整幾多咩區議員嘅名額要增加嗰個諮詢代表點乜，即係一個願景，即係有啲咩社區設施我哋要起啲咩大型嘅項目就係施政報告。財政報告我哋嗰陣最關心市民最關心嘅係咩咧？第一，喂。啲煙酒稅要加幾多先？啱唔啱啊？個個諗你驚呢樣嘢，你一定開刀噶嘛？喂，煙稅加幾多？酒稅加幾多？喂，即係呢個的士牌費又會唔會加？點即係加嘅項目跟住，喂，你都要減噶，係咪？喂，薪俸稅有冇得扣減啊？即係呢個差餉有冇得扣減啊？有冇係啦，電費有冇得補貼啊？呢個綜援有冇得商量啊？點諗呢啲噶嘛？而家唔係。而家嗰個 budget 就話俾你聽，喂，我哋預留幾多去發展呢個咩北部大都會1500億。問題嚟啦，到今日，珍姐，大家只要唔係金魚腦袋，大家記下，當年起高鐵嘅時候，係咪大家咬到面紅耳熱？高鐵嘅總站點解一定要起喺西九龍？點解唔可以起喺錦田？係啊，點解？記唔記得？因為當時大家堅持要起喺西九龍，結果嘅造價多咗600億啊嘛，記唔記得啊？記得。呢個係增撥嘅財政預算，但係嗰600億係超支，結果埋單係1200億啊嘛。係咪啊？好啦，而家又撥1500億，你諗下，如果當時係咪已經有人去講，喂，你個高鐵站你起喺錦田，由錦田入去市區，你多一條咁嘅快速鐵路又好，乜路都好啊，你池源浮我都唔反對嘅。係咪啊？如果當日起喺嗰度，嗰1000億已經慳咗啦。咁你點解又起西九？而家起個西九，嗱，而家成10年啦，搞啲乜嘢出嚟啊？搞長沙，乜嘢都未搞。即係你個原先計劃，你係發覺咧，原來你嗰啲咁嘅 planning 咧係戇居嘅。喂，一早啲人教你留喺錦田，你嗰度做將來係一個都會區咪發展。嗱，你如果你咁樣做，咪搞掂咯，咪符合晒咯。點解你而家嘥咗咁多錢起一條西鐵啦？勞師動眾啦！而家又喺嗰度起一個咁嘅都會區，咁係咪要整一個西鐵總站又喺嗰度咧？咁咪即係除褲放屁咧？係咪啊？嗱，呢樣嘢我覺得真係要射翻去嘅。呢個特區政府你錢多你就亂使，錢多就係任性即係離晒大譜，同埋真係好老實講，你西部起個北部都會區。其實我喺度都咁講噶啦，
而家係逐漸將香港朝向大陸化。未不久嘅將來，我諗我呢代應該仲未睇到，我諗我個仔嗰代應該睇到噶啦，就係一係叫鄉鎮市，一係叫深港區，任你香港人揀，就冇咗香港噶啦。呢個北部都會區一定同深圳融合噶啦，唔使諗，呢個係必然，呢個係必然。即係佢哋北方，我已經解釋過嘅咧。北方人對香港嗰種觀念，就係03年我對你咁好，幾年之間，03年你竟然有50-6010萬人上街嚟反我，跟住12年咧搞個國教，又幾廿萬人嚟示威，跟住19年你仲搞到咁大鑊，200萬人上街，養唔熟香港人，所以我就全斗換你我要點就點，即係一定係咁樣行噶啦，必然噶啦，所以。你北部都會區，你裏邊嗰啲咩招標，阿珍姐，你認為會唔會係你同我啲公司去投到咧？梗係中係嘅公司投啦。冇錯，你其實同機場一樣啫嘛。你睇機場即係貪污啊，幾犀利啊！即係三跑。咁我哋即係得閒可以大家去查一查，機場要死人。有人敢唔敢查？敢唔敢查個問題係你一查咁咪話分分鐘又咩啊？以查謀亂咯，係咪先？即係而家喂，大佬喐啲就咩又拉又鎖，係咪先？即係呢個係好窒礙你嗰個採訪工作嘅結果咁嘅情況，你就只會繼續腐敗即係呢樣嘢咧，就你可以睇到咧。而家你香港你全面傾向於大陸化，連一個咩財政報告你都傾向於大陸化嗰種咩嘅。即係所謂嘅，我唔敢講話假大空，而係嗰種咩不切實際，不切實際，完全做事你使錢你唔會考慮後果。正如阿珍姐你都講啦，喂，借債當收入呢個恒大係咪咁？即係你咁樣落去，你就只會越滾越大啊嘛，係個債越滾越大啊，唔係你個事業越滾越大啊，唔好意思啊。同埋佢今次用外匯基金嚟即係投資呢個北部都會區，但外匯基金唔係咁用噶喎。如果係咁話，咁你香港啲金融穩定點搞啫？係嘛？即係以前咧就不嬲，佢就話外匯基金要幾多，我哋所以咧就講完就唔會衝擊。咁你而家外匯基金全世界都知道你少咗好多，就係大花筒，你可能無地動噶喎。咁你香港嘅聯繫匯率仲係守唔守得住咧？所以而家嗰班咁嘅咩擦鞋仔，包括任總白頭佬任志剛，咪成日講啦，我哋同美元脫鈎啦，點乜，咪咁解咯。佢哋嗰種人好得意啊，我嘅心態就係話，我哋只要同美元脫鈎，咁我哋嘅盈餘就唔使同美國對賬，就變咗我哋想點使，我哋話值幾多就值幾多，佢哋以為係咁樣啊嘛，佢哋以為啊嘛，喂，你精人哋唔傻噶係嘛？你港幣一同美元脫鈎，你港幣仲值唔值錢咧？你認為？就慘啦！大佬真係一樣咯，同伊朗啲一樣咯。最幽默就係你呢個咩白頭佬，你又話真係做金管局，即係我係好反感嗰啲人，即係嗰啲所謂經濟專家。我哋同美元脫鈎之後，我哋可以同人民幣掛鈎。你使乜同人民幣掛鈎啫？直情廢港幣，直接用人民幣咪得咯？係咪啊？我傻啊！簡直，大佬你知唔知咩叫外匯？唔好再睇嗰本咩貨幣戰爭嗰本書，嗰本書係垃圾，垃圾中嘅垃圾，即係完全誤導咗你呢個貨幣概念。嗱，呢啲咩同咩掛鈎，同咩掛鈎，跟住講話同一籃子嘅貨幣掛鈎，喂，唔係咁樣玩噶。你同一籃子，我使乜啫？真係嘥晒，我同英鎊掛鈎，又同日元掛鈎，又同澳元掛鈎。講得好簡單啊！人哋嘅息口匯差，你係隨一掛鈎，你係隨時要填落去噶，阿哥，你明唔明啊？你同咁多掛鈎緊，好過人同美元掛鈎咁簡單一件事，一跌破咗嗰個匯率就講完要馬上抽錢去填補翻噶，一樣要咁樣噶，唔係咁簡單一件事。同一籃子掛鈎，我唔好淨係同一個掛鈎，你唔好咁維園阿伯去講呢個咩貨幣呢個咩問題，唔係咁嘅一回事，好唔好？即係好攞命嘅啫，即係有陣時，即係同你即係等於，即係當美國個法院，佢咪判咗話 Donald Trump 冇權去向各國徵收關稅點乜，即係嗰啲華文傳媒發晒癲，Donald Trump 違憲啦，佢冇權徵收關稅啊，點佢唔可以徵收關稅，佢犯法啦。
大家搞清楚啊！美國最高法院個憲法法官話，係 Donald Trump 唔係冇權去向各國徵收關稅，係佢用錯咗嗰個法案，佢唔應該用嗰個act， 係應該用，所以 Donald Trump 馬上推另外一條 act 出嚟咯。係啊 sorry， 我用錯咗呢個 act， 我用第二個 act， 咪一樣要徵收你㗎，仲要加多15% 添。係啦，即刻加咗，同埋佢股市照樣升嘅喎，證明。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唔係話冇權啊嘛，係只不過係用錯咗個法案啫嘛，即係等於好簡單，即係你告阿11哥咁樣，唔應該用呢個，你用咗個我阿婆落水啊，唔應該用呢條例揸住佢嘅，你應該用11呢條例揸住佢，即係嗰隻咁解啫嘛，即係用錯咗條例揸住啫嘛，即係傻傻地嘅啫。嗱，當然刑事唔係咁計，刑事案只可以一條揸住嘅啫。即係我咁樣舉例有少少唔啱嘅。好啦，今日咁樣咁差唔多，係咪陳茂波想做特首咧？要管埋即係嗰個施政報告嘅嘢？冇可能啊，冇可能啊！我都話啦，到呢一刻為止咧，而家個走勢都仲係太子機嘅，仲係太子機，好明顯噶個走勢。即係好多人話喂，會唔會有咩峰回路轉啊？係唔會嘅。OK， 好啦，到時再請下4位上線見。好啦，咁咧就係記得幫我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多啲互動，咁我哋衝10萬粉絲，希望加把勁。咁四海哥都有啲同大家係嘛？係有啲嘢補充，因為今日咧而家我就禮拜5啊。啱啱今日咧就啱做完呢個攝太歲，同埋前2日初9咧天公誕咧做咗個補財庫。咁嗰啲咩太歲符同埋呢個補財庫嘅財富符咧係會陸續寄出噶啦，大家唔使急陸續寄出，因為人數太多，麻煩你俾啲耐性咁去等一等，因為我哋老眼昏花慢慢去執，即係對清楚啲嘢冇咗啦，我先寄出，好嘛？好，今日多謝各位收睇，好，拜拜。拜拜。